今年年初，教育學院師生發起反削資行動，抗議政府大幅削減教育學院經常性撥款，由04-05年度6億幾減到07-08年度得返4億幾。請33位同學出嚟進行一個擲吉儀式。立法會今年通過削減8間大學嚟緊3年嘅撥款，頭2年唔變，到08年減5%經常性開支，加埋舊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已經削減咗各間大學10%嘅經費，教育學院嘅撥款同受資助學位削幅最大，減幅超過33%。9月我再翻嚟嘅時候呢，已經唔同咗啦。我一路同佢共事咗10幾20年嘅同事，我到時呢係唔會再見到佢哋噶啦。削資表面上就係話啊，你減少咗人數啦，咁冇所謂啊，因為你亦都係少咗學生，咁你係需要少咗嘅教師，一樣可以做到同樣嘅嘢㗎咁。咁但係佢就唔明白到呢，就係話其實喺大圍嚟去講呢，係個影響係好深遠，同埋就係話係一個方向性嘅影響。羅善儀喺師範畢業，82年開始喺柏立基師範教育學院培訓教師，直至94年過檔教育學院。When they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they get to know their own strength. 10年樹木，100年樹人。羅善儀陪住教院成長，佢相信教育除咗訓練專業人員，仲孕育出有心嘅新一代教師。如果佢改變咗嗰個師訓嘅模式嘅話咧，佢為咗慳錢嘅話咧，其實佢個犧牲咧係更大咯。我自己就覺得就係話犧牲咗就係話佢唔會教到一啲真係人，即係點講啊？係一個 humane teacher， 即係話真係好重視人嘅發展嘅老師。香港教育學院成立10年，喺94年由當時4間師範學院同1間語文學院合併而成。90年代面對知識型經濟嘅挑戰，政府增加高等教育學額。92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嘅第5號報告書，建議提升師資質素，加強培訓。於是政府喺過去10年投放咗接近100億喺教院。舊年教院亦都獲得自我評審資格，啱啱升格做大學。學生嘅表現，畢業生嘅表現係好可喜，睇住個成長，睇住我哋嘅同事由咧係2-3% 嘅博士變成而家50-60% 嘅博士嘅人才，而且繼續會上進。咁而家爭在遺憾嘅地方咧，當呢個學院展翼要高飛嘅時候咧，就面對緊削翼嗰個困境。你哋係咪將來永遠都係教院嘅人啊？19、你會睇到啊，成個圖像就代表咗老師嘅隊啱啱先至穩定，個機構嗰個成長個結構穩定咗落嚟，已經係有一個好好嘅平台向前冒進。但係現在嗰個政策咧就話，將佢哋全部係斬去33%未來3年裏邊，其實就傷害得好緊要。你整名啊嘛，唔使啦。陸漢文，教院1年級學生。阿2歲同埋阿黃景。馬志恒讀緊3年級，仲有1個月就畢業。今年年初，佢哋參與反削資行動，曾經同教育統籌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嘅代表開會，但係都唔明點解政府嘅削資嚟得咁急，同埋削幅咁大。佢哋覺得政府唔重視教育，只會令有意投身教育界嘅人卻步。我會聽到就係有好多我嘅師弟妹唔入教院讀
education 啊，有好多我畢業嘅同學EFE 畢業去讀 PGD 去，唔入教院啦，入其他啦，教院都冇晒啦，咁做乜要去啫？個教院個地位已經唔再喺度啦，咁做乜要去報教院呢？教學院作為一間培訓師資嘅學院嚟講咧，咁佢亦都要因應嗰個人力需求嘅改變而作出改變。咁嗰度裡面嚟講係有14%嘅削資咧，係由於嗰個我哋預計呢個學生人數減少咧，對師資嗰個培訓要求減少咧，係所相應作出嘅。教院因為削資而要削減學額，影響最大嘅係在職教師嘅培訓。好似由政府全資助嘅幼稚園教師證書課程，學額會由而家嘅371個，到下個新學期減到剩返200個。要整一個紙喺度咧，寫叫人。香港出生率雖然持續下降，不過目前香港仍然有6000個幼稚園教師仲未完成證書課程，要全部接受培訓就要排30年。大家去排住一條隊咧，就只係200個學位喺度。即係如果你要讀嘅咧，就大家爭崩頭啦。但係你唔睇下教師嗰個苦衷，佢唔係唔去讀，佢係有心無力。佢淨係上一科就已經2000幾蚊啦，一次我就可以啫。咁你唔係喎，你係要不停咁去進修幾廿科嘅喎。咁嘅時候，佢可能係講緊係10萬8萬嗰個課程嚟嘅。咁你叫佢能唔能夠 afford 得起咧？幼兒老師培訓嗰方面咧，我哋冇削減到。個問題就係我哋係唔係擺晒喺教育學院？而家我哋就係由300幾個位，一定俾佢減到200個位俾佢，一定俾佢㗎。佢就算搞得點樣弊，我哋都一樣俾佢。但係我哋覺得一定要有個競爭性喺呢一方面先會提升幼兒教育嗰方面。教育界表示，教統局近年不斷推出短期課程，俾各大學競投。同時削減大學經常性開支，長遠嚟講會影響大學教育嘅穩定同持續性。我哋直至到97年先搬到入嚟，97年距離現在只不過係8年。8年裏邊，我哋真正能夠發展到課程嘅，就係頭嗰6年。咁你都俾人有一個翻身機會，有一個 cycle 完咗之後，點都要4年先一個 cycle 啊嘛。咁我哋連1-2個 cycle 都未完，就已經遭逢咁多劫變，從何去量度質素咧？到就嚟畢業嗰啲4年班。陳培佳2年前選擇提早退休，佢睇見教院因為大幅削資而面臨衝擊，感到好唏噓。傳統中國式嘅。佢個幾月前翻嚟做兼職，因為教院投到教統局一個短期課程。不過只係唔夠10堂。呢啲非經常性嘅撥款咧，係公開俾所有大學去申請嘅，唔係好穩定嘅。尤其是咧政策一路咧係有即係唔同嘅重點啊。典型嗰個招標嗰個形式本身係唔容許我哋做一個長線嘅規劃嘅。一個方法就係我哋已經有現成嘅人力物力咧，我哋就可以好短時間作到一個好好嘅回應。除咗我哋嗰個基本任務之外，同時我哋可以做呢啲額外嘅任務。另外嘅一種運作模式就係話，假定我哋冇咁樣嘅班底，我哋冇咁樣嘅人才，冇咁嘅物力現存喺度嘅。咁有招標嘅時候，我哋都可以有一個好快嘅回應。嗰個好快回應就係話膽搏膽。總之你有招標嘅時候，我就寫嗰個標書嚟，講到天花龍鳳，投咗先至算，到得啦咁我就走去招聘啲part time 嘅兼職嘅講師翻嚟，咁就到時就上馬咁樣。咁樣嘅質素嘅保證一定必然係會弱好多，減少咗由 UGC 嘅撥款，然後多咗由呢個教統局嗰個專項撥款啦，就係削減緊呢個大學嘅發展嘅空間。削減咗大學嘅自主嘅，一減再減，減無可減，反對削減教育。今年年初，立法會通過005方案，到08年，政府會削減8間大學經常性開支5%。教育學院累積削減幅度最大，超過33%。有學者憂慮，政府唔再用分餅仔方式分配資源，而採用競爭手法辦學，咁樣做
辦學變相淪為商業活動。而家嚟講咧，招標唔再係純粹價低者得嘅，我哋係更重視咧係睇質素先。所以喺個招標裏邊咧，我哋所謂係兩個信封，先睇到個質素，然後先至再睇嗰個價錢嘅。嗰個理念係招標嗰個人嗰個機構定出嚟㗎嘛，咁我哋要符合你個招標嗰個概念，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嗰個標㗎嘛，攞到個標書。咁唔好講住要價低者得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哋有咩理念可言啫？冇㗎喎。面試我哋可能要即日做，即時話俾佢聽收唔收佢，咁先能夠留住一啲嘅申請人，而唔係咧我哋見嘅時候，我哋好詳細面試啊，翻去叫佢哋再等消息啊，再篩選。我哋可能好快喺3幾日裏邊同其他院校一齊爭嗰批學生。我哋唔係話要揀學生㗎啦，係學生揀我哋㗎啦。咁所以變咗佢入學嗰啲人，到底佢水平會係點？甚至英文可唔可以寫得好咧？唔係最重要㗎啦。我睇到啲 super 一啲 MA 學生嘅所謂，其實佢嘅水平啊，語言嘅水平咧，仲低過即係 undergraduate 嘅學生嘅。咁呢個係一個幾好笑嘅，即係幾悲哀嘅都嘅情況啊！辦教育當然要配合社會人力資源需求。但係培訓人才需要時間，如果以市場為主導，又點可以提升教育質素？咁咧，老師亦都見到阿麗娜同埋阿吉兒咧，頭先喺度發生嘅事情，咁佢就安慰羅善儀20幾年嚟一直投身教育工作，喺教育學院任職超過10年。呢一日，佢去小學觀課，睇下一個訓練小朋友情緒智商嘅試驗計劃。進度理唔理想？呢個計劃為期3年，一旦經費被削，佢擔心呢類觀課指導在職老師嘅機會會越嚟越少。你仲有冇一張喺度啊？人形公仔係啊，人形公仔，因為佢哋認得啊，我係教育咧係人嘅培育嚟嘅，你點樣將個價值觀係內化咧？你點樣去將佢個潛能嚟到去發掘出嚟咧？咁。面對削資，教育學院2個月前開始推出自願離職計劃。今個學期結束，會有15%教學人員離開。羅善儀雖然認為自己事業處於黃金時期，仍然選擇離職。由80年代嘅後期到90年代咧，香港嘅教育咧已經係由呢一個量嘅發展轉去質嘅發展。但係今天嘅削資咧，其實話俾我哋聽，我哋係走回頭路啊！我哋淨係講數量啊，我哋已經唔再考慮到嗰個素質啦。咁就斬咗經常費之後咧，就會令到咧好多個環節咧要重新去執過啊，夾硬將佢合併啊，諸如此類。咁變咗就即係某啲地方就可能做得好啲，某啲地方就會收縮。咁係一個好，我哋會覺得從一個完整嘅師資培訓嚟講咧，係好破壞性嘅。呢兩個女人嚟㗎，畫上去點得㗎？中大開辦呢個女性研究碩士課程，要自負盈虧，一向由兼職導師負責，而家連老師都走埋，唯有由中大教育學院教授蔡寶瓊頂上，否則就會出現有堂冇人教。見老師同佢傾學功課同埋題目係好緊要㗎嘛。如果你兼職老師嘅話，佢邊有時間見你啫？只有好多時都係email 來往啊，或者係上堂嗰陣時傾啊咁樣。即係上到嚟 Year 2嘅時候，我哋揀咧係唔夠科目俾我哋揀咯。譬如我應該要讀2科，即係每個上學期同下期各讀2科先至畢到業嘅，但係 turn out 只係每個學期揀到1科咯。蔡寶瓊除咗喺中大擔任教席之外，同時係大學教育關注組召集人。佢擔心大學為咗配合政府用競爭手法辦學，唔再投放資源去培養新一代學者，結果將大學教育推向末路。教學咧係需要累積嘅，我話我哋花3年、5年甚至10年，嘔心瀝血去完成一個研究，完全唔出奇嘅事。但係我哋今日喺香港嘅大學，我哋聽到新嘅即係講師已經係1年嘅約、3年嘅約，
3年都叫做好少少嚇，1年嘅藥係完全匪夷所思，但係而家已經好流行㗎啦，1年嘅藥嚇。咁你想呢一班年青嘅學者點樣去累積經驗喺教學同埋研究方面呢？咁於是我哋下一代嘅學者，我哋點樣培養出嚟呢？如果我哋冇咗下一代嘅學者，我哋嘅大學以後仲點樣運作落去呢？梁碧琪留學英國，喺倫敦大學同劍橋大學完成女性研究碩士同博士學位。佢2年前返香港教書，不過佢喺中大嘅合約只有1年，而教緊呢個課程為期只係3個月。因為大學而家所有嘅碩士課程都冇政府資助，全部要自負盈虧。如果佢有好多大量嘅係自負盈虧課程，佢點可以保證佢有足夠嘅收生源呢？咁佢點可以好長期去投資喺一個老師身上呢？自負盈虧嘅課程越開越多，年輕學者要逐年等續約，做學術研究同晉升機會幾乎等於0。梁碧琪話：重新考慮會唔會繼續留喺香港發展。究竟將來呢個世界有其他地方可能有更加會令我覺得可以發揮到自己，或者係我會覺得即係對我多啲嘅尊重啊，多啲嘅關懷啊，諸如此類。咁我諗我會真係好難去而家呢刻答到你係咪我可以繼續留喺呢個崗位上邊。喺2003年嘅時候咧，我亦都即係我知道教資會亦都即係剔除咗即係嗰個大學裡面佢嗰個聘用嗰個條件嗰個規管。咁所以其實大學嚟講咧，而家比以前咧係更加係有彈性去招聘啊、保留啊、聘用不同嘅教職嘅人士，令到佢係最能夠即係應合咗佢嗰個需要。大學係培育社會未來接班人嘅地方，大學教育應該高瞻遠矚，有宏大嘅遠景。但係學術界而家已經睇到大學出現斷層危機。未來3年，當005大學削資政策陸續落實，我哋一直珍惜重視嘅大學教育質素，仲會再受幾大衝擊呢？有權力去做左右大學政策嘅人，又唔去諗大學應有嗰個社會嘅任務係乜嘢，或者更加唔好話大學為咗乜嘢，大學教育為咗乜嘢，大學理想係乜嘢，好似有成10幾20年啦，都冇人去講過㗎啦。